针对这台塑大卡球队抽回换学分的争议，早起伫立法院有委员是认为卫生福利部应该主动来展开调查哦，了解这计划敢有违反人体研究伦理规范，佮有医疗法。另外，台美贸易谈判佮无结果，有风声讲美方要求咱开放美国的牛肉来甲假肉，部长邱泰源是无回应，只表示讲针对国际谈判，行政院会向各人来说明。台塑大女子卡球队的教练涉嫌以扣学分、威胁学生配合研究计划来抽血，引起社会讨论。有立委批评讲，这项研究计划已经做7年啊，学生都要连续14天抽血，一天上侪爱去互抽3届。毋若有违反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规范的疑虑，而且共抽血的人，还佫哪像毋是医术人员，要求卫福部都要主动介入调查。学校在包庇，教育部在装睡，那卫福部让你选一个，这是装聋还是装傻？抽血到底需不需要医事人员执行？就这么简单，部长你回答一下。原则上依法定是应该要这样。对啊，依照医疗法就是应该要医事人员执行嘛。另外，台美关税谈判新的税率卡关，有风声讲台湾要取消肉品产地的标示，互英国管制美国牛肉来甲假肉会当放行，而且同意放行来去多巴胺拥有的量等等，来当做台美贸易谈判的指压。针对这点，卫福部并无否认。经贸谈判小组郑丽君副院长说放，你们就放。我们一定是在食品安全的科学分析、风险评估的架构之下。好，那我知道了，你们这3项都有可能要开放。卫福部强调讲，谈判的内容属于国际惯例，无方便公告，要由行政院对外来说明。也若台塑大女子卡球队的案件，会互受害学生甲家庭心理支持。也若抽的这个血送去倒位，卫福部会甲教育部做伙调查，一定会严查严办，理清责任，保障受试者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